大家好，這篇影評標題為155分鐘的動畫史詩《鬼滅之刃》無限城篇超乎預期。受到2020年《鬼滅之刃》劇場版無限列車篇之落差影響，筆者原本對這部最新的作品《鬼滅之刃》劇場版無限城篇第一章以窩座載集產生嚴重之望，而卻步感覺。豈料昨天於另一套電影散場時，碰見戲院大堂中一群年輕觀眾圍着10多個《鬼滅之刃》主角的紙板立牌熱情拍照，被那股熱烈滿足的氣氛所深深感染。再加上聽聞本片之上映首日於香港取得破紀錄的730萬元票房，遂不由自主地於今天購票入場觀賞這部長達155分鐘的動畫電影。按2個半小時的片長，亦是筆者的另一大入場心理障礙。看完後，意想不到地對這部作品之預設印象徹底地改觀。首先，其畫面製作極其精細，無限城這座鬼域的設計看得出，花了畫師及導演不少的心思，遠如荷里活電影《星際啟示錄》（Interstellar） 中的5維空間之視覺呈現，再配合精緻的電腦特效，整個場景氣勢恢宏，卻又鬼氣森森。在情節設計方面，兩位反派角色更描寫得尤為出色，例如少藏刀的上弦之二同魔與蟲柱蝴蝶忍的對戰，堪稱全片亮點。蝴蝶忍因體型劣勢，選擇以毒攻擊，試圖出奇制勝，而兩人的連場戰鬥場面更是變化多端，緊張慘烈。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同魔將戰敗者吞噬之畫面，對手身體逐漸融化之景象，即便是動畫，也讓人不寒而慄，展現出不俗的視覺衝擊力。然而，全片真正的焦點，無疑是上弦之三耳窩座，這位滿身刺青的鬼族角色，可謂全片之靈魂所在。電影用了近1小時的篇幅，細膩地描繪了他的悲慘辛酸過往，以及成魔過程。這段回憶不僅讓耳窩座的角色更加立體，也為他的不死之身和獨特的刺青造型提供了合理的背景預設。儘管他作為十惡不赦的鬼，卻又散發出一種悲情的魅力。導演為這個大反派加上了另一層的新生命。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文化中許多流行用語其實源自中國古文，至今仍被日本人所沿用，反而華人卻日漸遺忘之。例如上弦，指月亮盈虧的上弦月；凌人，指藝人；湯，指熱水等。這些詞語承載了唐朝文化對日本的深遠影響，延續至今。雖然筆者未曾閱讀《鬼滅之刃》的漫畫原著，但這部動畫的劇情卻讓人聯想起不少香港武俠小說或漫畫的某些經典情節，值得與讀者分享。例如，男主角門炭治郎的父親教導他清靜無我的境界，強調只要心境冷靜，一切便能看得清晰。出手時只需專注於關鍵，忘卻瑣碎細節。這與金庸小說《倚天屠龍記》中將三豐傳授張無忌太極劍的理念如出一轍，要將舊有的知識框架完全忘掉，才能取其精髓，推陳出新，跳入另一個更高的層次。若論描寫反派最成功、故事情節最能引人入勝的港產漫畫，當數黃玉郎創作的《龍虎門》，尤其在其公司上市前的時期，這個時段的《龍虎門》劇情可謂創意澎湃，追看性甚強。例如頭號反派角色金羅漢的身世設計，便與耳窩座的經歷有異曲同工之妙。金羅漢原為日本軍閥之子，因母親是洋人，故此其頭髮眉毛皆是金色。他幼年隨少林高僧至善禪師習練金鐘罩，卻因習了父親的邪惡基因，竟毒殺恩師，再毅然下山，以一身絕世武功建立強大的邪惡勢力，卻不自量力地挑戰羅剎教教主火雲邪神，慘敗於火雲掌之下，淪為羅剎教4大護法之一。這段經歷充滿跌宕起伏，與耳窩座的悲劇人生相映成趣。要知道，當年的黃玉郎不僅是傑出的漫畫家，更是位成功的企業家。其作品常融入世界正經局勢，再運以商業社會的權謀鬥爭招數，放於漫畫情節，絕非閉門造車之作。例如在其筆下，龍虎門的日本最大犯罪組織羅剎教
便與政府勾結，背後更有首相作為靠山，故此方能輕易操控黑白二道這種現實感十足之創作視野，遠非其他本地漫畫家僅靠模仿金元、溫瑞安或古龍等武俠小說情節所能比擬。電影評分8分，滿分10分。多謝各位讀者或者觀眾收聽或者收看 LAM Movie Blog 的影評。最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本頻道，請在 YouTube 上訂閱、點讚、給予正評，謝謝。